讲阮迄就是一种牙膏，牙膏，有功。对，再来，搁有即个5公斤的牙膏，钢的牙，钢的牙，钢的牙。再来第三种的牙膏，50公斤，可能会唔拿50公斤，迄个70-80公斤的牙膏，就是啥？即摆这个事嘛，较无人讲啦，就是这啦。要当回工人啦，就是码头孤立啦，人讲孤立啦，有无？